好啦，乡亲啊，过来这是重大的社会新闻。南投一个有心2个月太太，带着伊4岁后生甲2岁查囝，登去后头厝的附近跳桥自杀。这个妈妈是用锁啊，甲2个幼囡仔绑伫家己的身躯顶，做伙甲跳落，造成3死4命的悲剧。伊的翁婿接到消息是痛哭失声，家属讲，这2个翁仔某的经济无问题。 感情嘛真好，实在想袂晓讲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。慢慢哦。警察人员昨暝伫南投市东山吊桥附近的水域发现一个妇人人渡水，伊身躯用一条绳绑一个4岁后生甲2岁查某囝。是有用这个细绳啊，大人跟小孩是有连接在一起的啦。虽然讲警察人员赶紧将因救起来，验过这母仔囝3人已经死真久啊。 死者翁一个听到消息，赶到现场，一直哭。因为现场无烧歹痕迹，嘛无啥物字条啊，警方初步排除他杀的嫌疑。这个太太时常伫面册顶面放囡仔相片，嘛有传一张一家伙4个人的全家福，甚至阁感谢因翁花时间出去佚佗。感情这好的家庭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？经了解是怀有2个月生孕的孕妇。 家属表示讲，翁某2个人无经济甲感情问题，嘛无大家新妇的问题，实在想无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。社工呼吁讲，拄着困难会使卡1925安心专案，也是1995生命线协谈专线，搁有家己一摆机会。